总统蔡英文5月20要正式来接第2任的任期了。虽然已经确定由苏贞昌继续来做行政院长，也毋过依照现前的惯例，苏贞昌也是爱率领团队来总辞。早起苏贞昌甲部会首长做伙来翕毕业相。这个新内阁的布局以防疫甲振兴经济为主，所以这个人事只会小可做调整。结束蔡英文总统第1任期最后一摆行政议会，已经确定留任的行政院长苏贞昌，依照现前惯例，带内阁团队总辞。第日头骹翕毕业相片，难得大家烫嘴暗，也过无一做伙，是保持社交距离。防疫措施袂使放松，虽然讲疫情有较回，也过为着防疫以及提振经济，5日空的人数，干那做小可调整尔。我甲你点名讲，副院长当今卖可能阁转去高雄选市长，也过伊强调讲防疫优先。那国会主委陈美莲确定离开，科技部长陈良基听讲会转去台大教册。我们还是让行政院做正式的宣布，这个也是跟院长的默契。正式回复还是说我借调是到519啊。两岸甲外交方面，陆委会主委陈明通、外交部长吴钊燮应该留任。在抗疫之前有真好的风评，这个卫福部长陈时中、经济部长施明珍、财政部长苏建荣、内政部长徐国勇等，嘛无听讲会顶当，估计内阁人数干那小可调整尔，以利各项政策的延续。